在地新闻来关心，高雄鼓山三路有一段3公里的路段正在咧跳电，3日来已经停电停24届。除了是因为天灾，阁有一寡问题是因为动物若是无适宜去吸着，嘛会失电，嘛会停电。民众就感觉安尼正在咧停电真无方便，因提出诉求，希望会当赶紧甲电缆线地下化。 为了改按民望，敢若剩台电工程车车顶是光的。另外一张是台电的维修人员伫大风大雨内面咧抢修，这是去年小犬风台来的时阵的状况。但是靠天灾的因素，高雄鼓山三路这个区地停跳电的状况是真接，3年加起来24摆。有的住户更因为伤接停电，规气甲手电放伫随手会当摕到的所在。我们这一段比起其他段来讲，频率是比较多啦，因为像我们这边停电的时候，我们出去看的时候，其他的地方灯都还是亮着的。以前是常常啦，有时啊，迄电线嘛会出火啊。1年是8次，那一季3个月就会跳停电2次。议员讲停电的主因是当时不去当着设备故障，也是强风车去交着线路顶，和当地的缆线无落地关联是真大。 居民旁边要设个电箱，他们都有反对，说明必须要找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地点才可以设置的。跟台电去会看到底要怎么做。本处辖区缆线地下化共76件，若需调整，需由需求方如市府提出电缆下地的申请，包含完成费用的缴纳。 台电高雄区处讲，全市38区无停跳电特别明显的区，因为供电是透过气线来传输，有可能会下几下的行政区。但是去年1月到10月，全市差不多有835件事故，已经比前年同期是减113件。主要是台电加强线路的优化，针对鼓山三路特定的路段会加强抢修，对已经有的设备来进行被复化，减少事故发生。若要地下化，嘛是需要市府相关单位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